咩问题？交俾我客长，阮客长偏偏话，咩姨娘买做帮买电视，咩姨娘买做帮买电视买电视，也是会转港币的意思，也是会转港币的港币的啥档啊？了解吗？啥档了解啥？了解吗？了解。了解吗？咩姨娘买做帮买电视这点事，买电视也是会转港币的啥档？了解吗？了解吗？每一年你一辈子就是一辈子的意思。你买做碰买电视也是会转，就是转身会转港币的加币的。啥档？了解吗？这个表是个方言。再来一个字，雷点风。我要打他，他标不见了，这个标就是这个标，就是跑。每一年买做帮买电视也是会转港币的。啥档？了解吗？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，别人多有酒，我们都要唱。背呀哈，我们与歌足。人民大团结，和谐共建创美好的家园。北至老港，北落北。